Hello， 大家好，我係 V 教堂，我係 V 家永寧。嗱，今日咧就3月11號啦，咁啊一定係嚟到我哋4大天王最熱銷嘅，性價比最高嘅，而且大裝修600幾蚊一尺嚇，成個為人最平啦。呢個咧高景花園，咁啊其實咧大家睇到個泳池呢個5星級嘅會所，你就知係高景花園。標誌性嘅地方啦。冇錯啦，咁啊喺香港咧擁有呢一個大5星級會所嘅呢種嘅屋苑咧，可能30幾萬一平方，20幾萬，咁啊呢度咧就係600幾蚊一尺嚇，所以咧就非常之性價比。咁今日咧過到嚟咧，其實係收到發展商嘅通知啦，又有新花樣喎。所以咧我哋拍片咧就有發展商有新嘅動作、新嘅政策、新嘅花樣，我哋馬上過到嚟，馬上更新呢條片俾大家。所以咧呢個樓盤嚟講咧，依家咧針對新成交嘅客咧，又有另外一種優惠喎，係咧送你一個田。菜地可以咁講嚇，咁啊你菜地咧就大家都知啦，係有錢人咧最中意住啲山水嘅地方，咁啊咧就返璞歸真啦，可以種下菜啦，咁啊其實係唔錯嘅。咁啊呢個樓盤嚟講咧，依家咧就係因為佢係大城，所以佢業主配套咧佢有地方去做。咁啊依家咧新界啲人咧又有啦，針對我哋新成交嘅業主咧，直接送塊菜地俾你。咁啊所以咧你生活喺呢度咧，得閒可以河嗰度釣下魚啦，欣賞下山河景咧，又可以種下菜。呢個唔係個個發展商都可以送嘅。冇錯啦。咁你其實咧呢塊菜地咧就喺呢一個咧5星級嘅會所嘅旁邊，所以咧你從屋企落到樓下，其實咧菜地就喺你即係樓下。咁啊，其實咧就非常之近啦。就俾業主自主發揮嘅。冇錯啦，自主發揮。咁其實咧已經係動緊工㗎啦。咁啊預計咧大概4月中啦，4月中應該咧成個畫面咧會呈現出嚟。咁啊依家暫時嚟講即係動工嘅。咁啊依家咧大家睇到啦，我哋咁樣行過去啊。咁啊呢啲園林綠化咧，星級會所呢啲園林綠化做好晒。咁啊旁邊呢度咧就依家咧啲挖機咧就依家動緊工嘅。咁啊呢個咧就我哋放啲航拍俾大家睇睇下呢一塊。咁啊大家睇到啦。咁啊日後咧直接咧喺會所旁邊咁啊行過去咧。啲業主咧就可以咧呢度咧開心地即係揾翻童年嘅樂趣啦，可以喺呢度種下樹新鮮嘅呢種綠色嘅食品，非常之唔錯嘅享受嘅好，咁啊大家睇到啦，我鏡頭掃一掃，咁啊呢個師傅咧揸住個挖機咧就喺呢度咧整頓緊平整呢一塊地，咁啊呢塊地咧就非常之大嘅，咁啊攞咗一忽咧就做咗一啲咧田園嘅呢一個菜園，咁啊咧投資咗100幾萬，咁啊同大家講喎，針對新成交嘅業主咧會送你40平方，咁啊每個月咧交管理費咧，即係月租啦，可以當40蚊，40蚊你就可以擁有40平方，係咪40平方係屬於你嘅，點種都得，即係買一攤菜嘅錢就可以，冇錯啦，就可以擁有咧一個私人嘅菜地，咁啊40蚊，咁啊40蚊咧仲有勁爆嘅呢個優惠喎，40蚊咧係包埋你個水電喎。包埋水電嘅當中，仲包埋你公共區域嘅呢一種嘅水啲雜草嘅清除。所以咧就40蚊就非常之值。其實相當於交下水費啫。冇錯啦。咁啊啱先我又問啦，呢個家電啊，同埋同埋呢一種嘅車位啊，係咪2選1啊？同埋咧呢個菜園咧係咪2選1？佢話咧依家趁住咧仲有名額，可以咧一齊都擁有。所以咧大家揸緊時間啦。咁啊大家咧睇到咧4月中咧呢一塊菜地咧就按照佢個設計圖個規劃咧做得非常之靚仔嘅。好，咁啊當然啦，呢度咧就暫時未成型啊。咁啊到時咧就效果圖現場做好咗之後咧，馬上過嚟更新翻片啊。其實係好靚嘅，100幾萬抌落嚟咧一定係靚㗎啦，成2層樓咁樣嘅總價，直接花喺業主嘅身上喎。所以咧大華高景嚟講咧，對業主係真係真愛嘅嚇。咁啊過到嚟呢度咧，其實咧都係同佢哋營銷總黃神總啦，直接咧都係攞咗2套嘅精選單位，咁啊過到嚟拍下菜地咧，當然有啲筍嘢介紹俾大家啦。咁啊趁住咧喺呢度咧會所旁邊咧，大家都知道有個異地嘅樣板間啦。異地樣板間咧係擺咗家私家電嘅，咁啊我哋之前係拍過嘅啦。咁啊大家咧可以睇翻之前條片。咁啊依家咧同大家咧重溫下呢一種咧異地樣板間擺咗家私家電嘅呢一種嘅佈置俾大家去睇翻，同時咧將我哋個2套嘅精選單位我哋嘅獨家寶貝報價俾大家供大家去作為一個參考。咁啊不如一鏡過啦嚇。好，咁啊呢個菜地咧旁邊咧就係會所旁邊嘅異地樣板間。咁啊其實咧我哋經常帶客過嚟咧就去到實體嘅，因為現樓啦嘛，睇邊間買邊間，冇必要睇呢啲。咁其實睇呢啲咧有另外一種 feel 咧，就係佢擺設咗家私家電嘅一個構思嘅，即係可以參考嘅意思。可以參考翻嘅。咁啊我哋咧揀咗2套獨家嘅寶貝咧，一套係101，一套係106。先睇101先，由細睇到大嚇。咁啊睇翻呢個咧101方咧。就做到咧3房2衛，係嘛經典嘅呢個樹廳嘅設計，咁啊同大家咧入嚟睇翻啦。
好，咁啊入嚟睇翻咧就係佢帶精工品質嘅裝修，係嚇咁啊冇家私家電，咁啊依家咧仲有名額咧可以申請咧10件套嘅家電大禮包，都係名額有限，同埋咧車位咧大家都着緊啲啦嚇，名額咧都冇幾多噶啦，咁啊菜地咧大家睇到咧菜地呢啲嚇價值就唔係話好高嘅，人人有份啦可以咁講啦。你話嗰啲車位價值幾萬蚊嘅唔係人有份噶嘛，同埋你家電立埋都2-3萬咯嚇。所以呢個細節方面同大家咧揸緊時間，如果對於呢個樓盤有興趣，好咁啊入到嚟咧經典嘅戶型3房2廳2衛，咁其實咧大家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嘅中西廚結合。咁其實我哋拍一拍下，嗱呢個廚房。呢度係中廚，咁其實交樓呢度係有部石屎牆嘅，呢個推拉門，咁其實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咧，咁其實係唔錯嘅，咁啊大家參考翻啦，可以揾翻我哋 V 家做就得，揾第三方做就得，我都冇問題嘅，咁啊最主要咧，嗱咁啊睇下呢度係客廳啦，咁其實咧呢一種嘅佈置咧，其實係偏向於呢一種嘅樣板間展示咯，仲唔係話好襟用嘅，家庭式咧就唔會話擺呢啲咧咁樣嘅飾品啦，係嘛，同埋呢啲啦都係比較襟用嘅，比較家庭 feel 嘅。但係可以睇到佢嘅開間係闊嘅。係啦，開間係闊嘅。咁因為如果開間唔闊，唔會做呢啲護牆板同埋背景牆。所以咧1000尺家咧，你就可以咧大膽地咁樣成間屋做埋護牆板，都唔會嘥位置嘅，係非常之唔錯。同埋咧，你睇到咧。呢盞燈咁大盞，你喺香港成個平方咁大盞燈，你一定唔敢買。但係你嚟到大灣區咧，3萬幾蚊一套樓可以買1000尺價，你一定係護牆板同埋水晶燈全部做晒都唔會壓抑啊！咁啊呢度有個大露台啦，咁啊實體樓嗰度咧一定係一線河景啦，山水景結合，而且1、2期咧1期咧個1、2棟咧係全部望晒360度嘅。佢個視野個採光非常之好嚇，所以101咧同埋106係賣得最好嘅嚇，咁啊當然可以做翻個風窗啦，加大個廳啦嚇。好，咁啊呢度咧就有3間房咯喎，加埋2個洗手間，咁啊先睇個工位先，咁啊工位咧就係乾濕分離嘅，咁啊呢一種咧其實係非常之好用嘅啦，咁啊呢一種嘅設計其實唔錯，大家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啦。咁其實咧交標咧呢啲全部都係交俾你㗎啦，全部交俾你㗎啦。咁啊當然呢啲飾品啊自己去點綴翻咁樣啦嚇。好，咁啊呢度第一間房咁呢間房唔細㗎啦咁呢間房可以作為一個父母房啦。衣櫃嘅位置足夠，擺咗2個床頭櫃，有大面嘅飄窗送俾你咁啊呢度咧有大面嘅玻璃幕牆，係唔錯嘅嚇。呢邊都係望風景嘅。咁其實你可以參考翻做翻呢種風面機天花冷氣咯，因為佢嘅樓底高咧有3米，其實係夠嘅。所以咧你唔一定話裝掛機咯，你就參考翻樣板間其實可以咁做。成屋拖一部機拖埋成屋嘅中央冷氣都 OK。好，咁啊呢度咧就相當於係第2間房啦，陽台改建，咁啊呢度咧係做晒風窗俾你嘅，雖然話陽台，但係呢個風窗咧就慳咗幾千蚊嘅啦，一樣咧都係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嘅天花冷氣做。咁啊呢間房唔細嘅，咁啊大家睇到啦，唔錯。咁呢間房咧目測咧就係100尺到啦，10個平方啦，100尺啦。咁呢個主人房啦，所以講咧101方佢動線非常之好，好多人中意101方。好，咁啊101嗱呢個係主人房啦，嗱呢度咧就係有個轉彎角可以做晒咧。呢個 L 類型嘅衣帽間，咁其實咧係真係非常之奢侈嘅，咁啊獨立有個位，即係佢本身嘅設計係本身有個衣帽間嘅位置，咁啊好多嘅發展商嘅戶型其實係冇呢一忽嘅，係冇呢個設計嘅，咁啊冇計啦嚇，所以咧就做唔到獨立嘅衣帽間。咁呢度咧就係工位啦，咁工位咧完全係可以做呢一種嘅浴缸啦。咁其實咧精裝改造咧，你無非呢個位置都係加個浴缸嘅啫，其實洗手間冇咩好改，佢都係3段式，係嘛3段式。咁啊呢度做浴缸啦，唔錯。咁啊呢啲膠標嚟㗎啦，咁啊啲硬裝嘅基本嘅膠標係有㗎啦。咁啊交樓標準咧，其實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嘅呢個實體樓拍嘅呢個交樓標準。咁啊詳細可以點擊屏幕右上角去觀看翻，就唔係類似呢一種咁啊嗰個膠標咧，其實係會比呢一個咧更加之好，因為咧都係大華旗下自己嘅子公司去做翻嘅精工品質，即係成本價啦，成本價嘅呢個精裝去交俾你，其實都係想楞住啲樓賣出去啫嘛。好，咁啊101方係非常之好賣嘅動線都非常之好，佢嘅積咧設計都比較均勻啲啊。好，咁啊介紹一套咧就係我哋嘅獨家寶貝啦嗱呢一套咧就係1棟2504啦，咁啊面積咧就101.39平方，咁啊折後嘅總價咧706000蚊，單價咧6934蚊呢個係帶埋裝修嘅。咁啊15%嘅首期咧就33300，咁啊剩低嘅首期發展送俾你，咁啊貸款8.5成咧，貸款68萬，月供咧2867蚊，3萬零蚊首期，月供2800，
係咁啊，你話供個10年20年咧，到時同銀行傾。係最低咧就可以做到咧，最長可以供到30年。 2000零蚊咯，有車位咯，有家私咯，冇錯啦，有塊菜地咯。冇錯啦。咁你計翻喎，其實6900嘅呢一個咧單價。係。咁其實因為車位相當於係20年嘅使用權，你都嗰度都值4萬幾啦。係。即係佢可以減翻400蚊。咁啊變成咗6500。6500再減埋呢個家電係2萬幾，又可以減200。咁啊6500就減200 6300，再加埋菜地減100啦，6200。6200嘅單價可以買到咧大精裝精工品質山河景嘅一線品牌裝修大品牌，上海名企大華集團做嘅嘢，所以真係又係現樓，冇錯，現樓無顧慮啦。好，今日仲有一個106，馬上過去拍俾大家睇。嗱呢個咧就106嘅，咁啊80%我哋成交嘅客咧都係揀咗呢個，咁其中咧就係揀咗2個積嘅啫，101同埋106係揀得最多嘅。咁啊第三個賣得最好嘅就83方啦，獨立一條腿，3房1衛，南北通。好，介紹呢個106，咁啊入到嚟咧佢就咧嗱呢個係餐台啦，咁啊大家可以咁樣去佈置翻啦。咁其實呢度咧飄個中島出嚟都得嘅，咁啊呢度咧就作為咧間一間其實又 OK 嘅，咁啊到時咧呢度做個屏風又得。都得，任你設計翻。咁其實個動線咧都 OK。咁啊，大家睇到啦，L 型嘅轉角位，雙門雪櫃嚇。咁啊，大家睇到其實係唔錯嘅選擇。咁啊，廚房唔會細，同埋個飯廳唔會細。咁啊，當然咧呢度就係玄關櫃嘅位置啦。其實咧呢個玄關櫃咧，發展商係幫你做好晒㗎啦。咁啊，詳細咧呢個交樓標準可以睇翻我哋之前拍嘅片啦。好，咁啊呢度咧就係咧開間咧會稍微比101咧係高啲嘅。大好1、2、3。好，咁啊呢個開間咧會比咧101嗰個咧係大啲嘅，同埋咧你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咧，即係豪啲嘅。你加咗個電視背景牆，同埋咧2個廳都做咗個天花隔開咧，其實係真係豪啲嘅。咁啊呢種係精裝改造咧，自己去花啲本錢去做翻啦。咁啊當然呢一種咧要因翻你個預算，你話做啲雙眼皮啊，做啲豪啲嘅都得嚇。嗱雙層玻璃交俾你，咁啊一樣都係有咁大嘅靚仔露台啦。咁啊一樣都係山河景。360度嘅河景，全部望晒，而且有山景，係真係唔錯啊！雙層玻璃交俾你。咁啊呢個106咧，好多我哋啲客咧揀咗呢個咧就叫一步到位。喺大灣區擁有1000尺間，而且係呢個樓盤最大嘅積。佢嘅優勢係4房。4房。咁啊多咗一間房。咁啊好多客咧佢話：我多咗一間房，唔使嘥另外一間房去做其他嘢喎。嗰間房就係攞嚟擠站，咪3間房攞嚟住。咁其實係唔錯嘅嚇。好，咁啊呢度咧就係工位啦，一樣都係乾濕分離嘅設計。咁啊，其實係夠晒位㗎啦，鏡頭已經望到嘅。我哋好多客過到嚟咧，就係中意佢個尺寸夠大，進深夠，闊度夠。咁而且咧呢度咧目測就係1.2啦，1.2米啦。好，咁啊呢度咧就係第一間房，全部都係用晒呢種木地板嘅。咁啊呢度入門咧就衣櫃位置啦。咁一樣咧呢間房咧大家睇到啦，即係同陽台係同陽台一個景。冇錯，陽台一樣景。一大面玻璃幕牆，我中意咧佢個外立面設計，佢本身呢度冇齊設牆，玻璃嘅呢種幕牆咧其實係好大嘅。咁啊好多客中意呢個樓盤就係個外形啊，外立面真係。第一個係外形，第二個光線都會充足啲嘅。冇錯。好，咁啊呢度第二間房一樣有飄窗。咁啊呢度咧可以咧按照翻呢一種嘅設計啦，咁其實係唔錯嘅。做緊兒童房咯。係啦，兒童房。咁啊呢度咧仲有一個學習台飄出嚟，咁啊呢度咧有個飄窗啦。咁飄窗咧其實可以做翻啲收納櫃嘅，都 OK 嘅。咁啊呢啲展示咧其實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咯，簡單式嘅一鋪床，加埋一個訂製書台就搞掂㗎啦，冇咩特別嘅改造。咁啊呢度咧就係陽台房啦，做好風窗俾你。咁呢度咧呢度咧就目測係6個方。即係60尺，咁你如果喺香港租一個60尺有窗嘅迷你倉咧，你起碼4500㗎啦。咁啊4500咧，你諗下喺呢度咧可以直接咧供呢一間106。按照30年月供嚟計，每個月4000幾係直接可以供呢間樓。所以咧真係將香港心愛嘅嘢搬過嚟，取消迷你倉，直接過嚟供樓。仲有多。冇錯啦，一定係贏晒嘅。咁啊最主要趁住呢一個銀行嘅貸款利息啦，同埋銀行審批嘅鬆動啦，嗱聲入手。好，咁啊呢度主人房獨立咧，同101平方嗰個咧一樣，都係有個私人嘅衣帽間嘅，咁大家睇到啦，咁啊非常之奢侈。好，咁啊呢度咧就係3電式嘅啦，咁啊呢個3電式咧，咁呢個洗手間大家睇到啦，夠晒位嘅，夠晒位有窗，咁啊大家睇到啦，形狀夠大。
好，咁啊呢度咧就係三邊落床啦，有飄窗一樣都係嗱，所以咧呢個積咧就有2間房加埋個露台係一個方位嘅，一大面玻璃幕牆，個開間非常之大，全部望晒河景。係咁啊呢個主人房咧就係瞓醒每日就可以欣賞到非常之靚嘅山水景，你個心情非常之好，而且最重要咧你個價平，你哋一定住得開心啊！好，咁啊呢度咧仲有一個 L 角嘅，所以佢個採光係夠充足，咁啊大家咧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嘅設計啦。其實家庭式嘅咧有一個天花吊頂加埋水晶燈加埋呢個你背景牆咧，其實係整個房間嘅 feel 都唔同嘅。其實你偶然加啲藝術漆啊，啲牆布啊，護牆板啊，其中一樣咧，你個成間屋嘅格調都唔同，係真係唔同嘅。所以咧，大家值得去咁樣去做翻個參考啦。咁當然可以揾翻我哋公司去做翻一個裝修啦。你話要泰式風又得，輕車風又得，歐美風又得，中式風又得，任你選擇嚇。咁啊，大家去參考翻啦嚇。咁啊，精裝改造咧，其實一定係可以幫到大家嘅。係嚇，咁啊，大家可以參考翻呢一隻。咁啊，最主要咧都係獨家寶貝啦，同大家講啦嚇。好，咁啊，我哋呢個獨家寶貝咧就係一度2703，咁啊呢套面積咧106.36平方，折後總價746644蚊，單價咧就6992，咁啊15% 嘅首期咧就34540，咁啊剩低嘅首期發展送俾你，貸款8.5成，貸款72萬，咁啊月供咧就3036。咁啊，啱先講個迷你倉4000幾，取消呢個供3000，仲有1000幾蚊找。咁啊，1000幾蚊找咧喺惠州呢度生活咧，日日喺澳頭買海鮮，肉菜市場買都買唔晒，兩公婆千零蚊夠晒㗎啦，兩公婆正常嘅呢一種嘅買肉菜OK 㗎啦。所以咧，你取消個迷你倉喺呢度擁有一間1000尺嘅房，一份資產。咁啊，第二個咧，你個生活嘅1000幾蚊嘅呢一種嘅買餸咧，又幫你解決咗。所以咧。真係唔同嘅，你心愛嘅嘢有一個小區嘅管理，你自己又擁有一份內地嘅資產，而且咧又帶埋裝修，省時省力，而且又可以種菜喎。你買部車喺呢度咧就係可以咧作為一個大灣區旅遊城市嘅自己嘅落腳點，自己有自己嘅家，真係唔同嘅嚇。所以大家值得去選擇呢個樓盤，因為咧我哋開年咧同埋上年真係賣得非常之好，真係非常之性價比。啲客咧睇完其他城市同埋睇完惠州，一路都係針住呢個盤，直接嚟直奔目的地，就係直接買呢個樓盤，因為簡單粗暴就係夠平，有嘢送，而且有山海景俾你，而且又係現樓，有保障。而且現樓咁啊，大家值得參考翻啦！馬上打以下電話674000605，馬上過到嚟實地考察。咁啊，今集咧希望呢啲資訊可以幫助到大家。咁啊，下次咧個菜地咧搞好咗咧，第一時間嚟過嚟更新俾大家。好，呢集到呢度，我哋出庭見，下期再見，拜拜。